點解你一直遇唔到貴人？唔好傻傻等貴人從天而降。好多人一世都冇貴人扶持，唔係運氣太差，而係踩中兩個致命誤區。睇明白呢段話，當貴人嚟到你身邊，你先可以牢牢捉住，人生先有重大轉機。人人都清楚，想要成功扭轉命運，一定要有貴人相助。從古到今，所有人都明白，想做成事、改變人生，離不開貴人扶持。縱觀所有能夠建功立業、實現階層跨越嘅人，梳理佢哋嘅人生軌跡，都會發現一個共同點：人生最關鍵嘅轉折點，總會有貴人出手扶持，拉佢一把。自此，人生好似開咗掛一樣，無一例外。生命入面嘅貴人，未必係你最好嘅朋友，亦都唔係朝夕相處嘅家人，而係充滿正能量、有智慧、有眼光嘅人。可能單憑佢一句說話，又或者佢介紹一個人，就改寫你成個人生軌跡。老話講：天雨雖大，不潤無根之草；大道雖廣，只道有緣之人。引路靠貴人，行路靠自己。咁貴人究竟喺邊度？點解我遇唔到貴人？歸根到底只有兩個原因。第一，你感召唔到貴人，貴人其實就在身邊，只有德行厚重嘅人先能夠感召，厚德先可以吸引良師益友。願意默默付出，待人真誠，遇事肯擔當，做事踏實可靠，令人放心託付嘅人，先能夠吸引貴人靠近。正所謂德不孤，必有鄰。有德自有人，有人自有地，有地自有財。德行先係根本。第二，貴人走到你面前，你根本認唔出，只要符合下面其中一條，就係你嘅貴人：一、帶你一齊揾錢嘅人；二、約你一齊學習增值嘅人；三、為你規劃前路嘅人；四、時時鼓勵你、為你打氣嘅人；五、真心希望你越做越好嘅人。遇到呢類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如果唔係，就係你冇福氣。人最大嘅運氣唔係撿到銀紙，亦都唔係中彩票，而係有高人願意指引你，帶你踏上更高嘅平台。其實限制你發展嘅唔係學歷，唔係智商，而係你身處嘅圈子。所謂貴人，並唔係直接俾銀紙你嘅人，而係開拓你眼界格局，提升你思維智慧，顛覆你固有認知，為你帶來正向指引嘅人。大家認同嗎？點讚關注。